榮格沙盤遊戲治療 Jungian Simplay Therapy 嘅作用、治療原理同啱用嘅心理發展問題。大家好，我係李博士 Dr. Jason Lee， 臨床心理學家兼臨床腦神經心理學家，同時也是註冊沙盤遊戲治療師。榮格沙盤遊戲治療 Jungian Simplay Therapy 係一種心理治療方法，結合咗卡爾榮格 Carl Jung 嘅分析心理學同沙盤遊戲技術。佢用沙盤同細模型，讓患者唔使講嘢都可以表達同探索潛意識裡面嘅情感、想法同經歷。主要作用有以下幾點：情感表達 （emotional expression）。沙盤遊戲俾咗一個安全嘅地方，讓患者可以用象徵性嘅方式表達複雜或者壓抑嘅情感，特別啱好俾啲唔容易用言語講出內心世界嘅人。例如細路仔或者某啲大人。潛意識探索 （exploration of the unconscious）。患者喺沙盤整出嚟嘅場景同模型可以反映潛意識嘅嘢，治療師會幫手引導，俾患者明白呢啲內在體驗。心理成長 （psychological growth） 治療過程幫患者更認識自己同整合內心嘅嘢，達至心理平衡同個人成長。治療原理：榮格沙盤遊戲治療 Jungian Simplay Therapy 嘅運作係靠以下幾個核心原理：象徵性表達 Symbolic Expression。沙盤同模型係象徵性嘅工具，患者唔使靠講嘢，可以用視覺同觸覺嘅方式呈現內心世界。潛意識探索 Exploration of the Unconscious。透過沙盤遊戲，患者可以接觸到潛意識嘅內容，治療師會觀察同傾偈，幫患者理解呢啲隱藏嘅心理元素。自我整合 Self-Integration 治療嘅目標係幫患者解決內在嘅衝突同矛盾，促進心理和諧同自我實現。治療關係 Therapeutic Relationship。治療師同患者之間嘅信任好重要，治療師提供一個唔會批評嘅環境，讓患者覺得安全同自由表達。啱用嘅心理發展問題。榮格沙盤遊戲治療 Jungian Simplay Therapy 特別啱用喺以下幾類心理發展問題：情緒困擾 （emotional disturbances）， 例如焦慮、抑鬱感嘅情況，患者可以用沙盤表達壓抑嘅情緒，慢慢處理佢哋。創傷後遺症 （trauma-related issues） 幫患者安全咁重現同處理創傷記憶，促進情感釋放同療。人際關係問題 （interpersonal issues） 透過沙盤嘅象徵性場景，探索同改善人際交往嘅困難，提升溝通能力。自我探索 （self-exploration） 幫個體更了解自己，特別啱用喺身份認同困惑或者人生轉折嘅階段。發展障礙 （developmental disorders） 對於有特殊需要嘅人，沙盤俾咗一個非語言嘅表達方法，幫佢哋處理內在嘅衝突。榮格沙盤遊戲治療 Jungian Simplay Therapy 係一種獨特又有效嘅心理治療方法，透過象徵性表達同潛意識探索，幫患者釋放情感，促進心理成長同自我整合。佢特別啱用俾啲難以用言語表達內心世界嘅人，喺處理情緒困擾、創傷後遺症、人際問題同自我探索等方面效果顯著。治療過程中，象徵性工具、潛意識內容同治療關係一齊發揮作用，令佢成為心理治療領域嘅重要工具。今天我們就講到這裡，希望可以幫到你明白和學習榮格沙盤遊戲治療。下次再見，拜拜。